Hello，大家好，係我啊，莊哥啊。錄片時間係2026年嘅5月2日。記得上年莊哥最後一次錄片嘅時間呢係8月份嘅。舊年嘅地產市場呢，可以講話係慘不忍睹啊！樓價真係斷崖式咁下滑，啲住宅呢，幾乎上係要蝕咗成30%啊40%至可以賣得出。揸住啲工商鋪嘅業主仲慘啊！聽聞呢50%都賣唔出去啊！慘不忍睹嘅情況呢，莊哥真係冇乜嘢可以錄嘅。但係呢，個個都話香港係福地，真係冇錯嘅。喺今年嘅2月28號，咁一個中東戰火一開之後呢，香港嘅地產市道呢，好似突然之間被震醒咁啊！唔係震散啊，係震醒啊！突然之間湧嚟好多賣盤，有好多買家將所有啲賣盤吸納晒。而莊哥啊喺呢個時候開始呢，都發覺呢好多啲人呢都揾阿莊哥睇樓，啲睇樓量真係非常之多啊！而啲價錢呢又見底回升咯，睇嚟今年嘅地產市道呢，可能真係會有番景象啊！尤其係聽聞呢嗰個已經退咗休，話揸住啲錢使極都係使住面嗰陣嘅嗰個紅色軍團嗰個退咗休嘅總設計師啊，佢自己竟然真金白銀都攞錢出嚟買層樓，走嚟做宿舍喎。你就知啦，一個老而不休嘅人，而家竟然老驢復繼，又重出江湖，指點江山。今年嘅地產呢應該係幾好嘅，所以啊，莊哥呢都見獵心喜啦，咁諗住今年呢都會有啲好多有趣嘅事，咁啊希望可以錄出嚟呢，就俾大家分享。但係今輯嘅錄片呢，莊哥就唔講地產嘅日事啦，而係講下莊哥呢喺深圳就醫嘅經歷嘅。事緣尋日呢，就係5月1日勞動節啦，早上呢，莊哥就帶人去睇樓，咁啊睇樓之餘呢，可能行得多呢。咁莊哥嘅右腰咧就痛喎，同埋個右腿就發麻嘅，咁被逼咧痛到咧就取消咗餘下啲約會啦。其實咧莊哥咧喺舊年咧就已經係診斷咗有右邊嘅腰咧嘅椎間盤有少少突出嘅，行得多咧就會痛嘅。咁如果唔行咧就冇事嘅，但係莊哥就唔想放棄工作。